谈什么？失去一切，犹原会当东山再起。笑袂呢，向袂呢，一时得意，愿将嘛是会过去。轻轻你的心在无去，了多伊定着无了时，平安顺遂陪日子，脚命拖命吃百里。 该滋味，自甲配甲拢是轮来轮去，自然就是没有道理。何必勉强，何必勉强，情款大理。什么？失去一切，犹原会当东山再起。笑袂呢，向袂呢，一时得意，愿将嘛是会过去。轻轻你的心在无去，了多伊定着无了时，平安顺遂陪日子，脚命拖命吃百里。 配甲拢是轮来轮去，自然就是没有道理。何必勉强，何必勉强，情款大理。我们欢迎李佳。 在身边，我的心就充满了爱的光彩。有了你的爱，我的心就停止在爱的世界。谢谢，谢谢李佳。是啊，我们这个台视啊做这个反毒晚会，这已经是第几场？ 这是第第三场。第三场。其实我们还有2场要举办呢。对。凤哥，为什么我们办5场这么多呢？有台门都是办1场就完了。那为什么我们要办5场这么多呢？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惑着我。有一天我就跑到这个总经理办公室去请教这个问题。哦。总经理就回我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你给我站好。”哎。哈。你站好说啊。我当场就立正站好。可是后面那一段话真是让我感动。他说：“我们台湾电视公司啊，为了这个反毒的活动啊，我们要持之以恒。” 要非常有毅力，不管多久都要做下去，不管投下再多的人力、再大的财力，也要一直做下去。我们就算只挽回一个吸毒者，那就是值得的。对，就是说第1场他不听，第2场他不听，第3场他还是不听，第4场还是不听，第5场还是会听，就是那个意思。对。其实我觉得我们这做传播工作的人，我们尽我们一点小小的力量去回馈社会，反毒是非常应该的。可是我觉得最辛苦的应该还是我们的保姆、警察，他们每年花很多的时间，真是出生入死，去做缉私的工作。在这边有些数字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在民国82年从1月到6月为止，我们缉尸的一些数字哦。
一些烟毒的个案一共有5922宗。哇，然后人犯有多少？你知道吗？有多少？有22768人。哎呦还有一个很惊人的数字是什么你知道所有收获的这些毒品的总重量有多少吗？多少？听着。841048.02公克。哦，你知道有几个碰格吗？哇，10几个了。10几个。这是一个全国的统计数字。高雄部分的成绩又怎么样呢？高雄部是这样子，民国82年呢，1到6的统计啊，我们查获的这个烟毒的案件呢，有2110件，那么人犯有3357个人，这个数字在全国比例来讲啊，算是我们高雄是蛮低的一个。所以高雄的地区的朋友，你们的反毒的这个热情哦，真的是非常可嘉。在这边，我们自己给自己热烈的掌声，好不好？鼓励鼓励。希望大家一起持续下去。好，接下来就请大家看一段非常有力的表演。对，反毒除了要有决心以外，我想有非常健康的体魄才能够对抗毒品。那么平常最好就运动啦，对不对？除了看《玫瑰之夜》，除了打棒球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好的体育活动就是跆拳道。首先，我们邀请到高雄市信义国小梅花跆拳道社小朋友，给大家带来跆拳道的表演。我们欢迎他们。准备，开始。1组、2组就位。预备，木板击破，开始。5组就位。紧接着下面表演的是高难度动作。后旋踢连续8次攻击，准备，起步。8组就位。紧接着下面击破，转身跳后踢2寸的木板，准备，起步。9组就位。紧接着表演的是连续2次跳后踢1寸木板，准备，起步。10组就位。紧接着表演是360度脚背跳旋踢，360度跳后踢高难度动作，